我哋嚟慶祝呢個復活節。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。我有一個好消息話俾你知，耶穌已經復活啦！Amen。我心感恩你。
11章25節，耶穌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Amen。哥林多前書15章3至4節，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着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。我哋主耶穌已經復活了。約翰福音10章18節，耶穌說：沒有人奪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捨的。我有權柄捨了，也有權柄取回來。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復活的主
小組。